I saw her today at the reception. 那你要讲法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虽然是一个生活白痴，然后有时候很常忽略一些小细节，但是对于生活来讲，他还是非常用心，然后就很照顾人。平常每天都因为不想要我随便叫外卖，也会做菜给我吃，然后也很注意我的健康饮食。然后我觉得他也很支持我所有想要做的事情。加油，然后一帆风顺，把你用心的态度带给全世界。在准备就是去3个月的行李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，就是这次的行李很多是为隔离而准备的。我带了防护手套，这手套是我以前存的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存这个手套，难道我是有预感的吗？然后我买了很酷的护目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完全就是太阳眼镜，对不对？这一包呢，就是那个叫做消毒液，它是用一包一包装的，所以很方便，所到之处必消毒。然后再来，当然就是带了相当多的这个除菌纸巾。再来就是，大家会看到我有很多零食，这些呢，为什么？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人，可是因为我在减肥，为了上节目，我觉得我还不够瘦。像这个面，它叫低糖直面，其实我平常是不太吃淀粉，这个其实我平常也不吃。它是什么高蛋白饼干 ，sugar free， 这个是没有糖的，然后低碳水的烤肉酱。什么鲑鱼酱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减肥茶，真的是为了减肥不遗余力哦。还有那个洗手干洗手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这一箱我们就可以封箱了。那这半箱里面都是我的护肤品。先介绍一下这个东西，这是我的麦克风，因为这次去呢会做演出。我的经纪公司一直说，哎，就是个综艺节目，然后那个怎么样？可是你们知道我以前是歌手啊，大家都忘了这件事吗？我出过23张专辑，你知道吗？还是要专业啊，因为我是专业的，别人也许不记得我是专业的，但我的魂里是个专业的歌手魂，好吗？这次最特别的是，我以前很讨厌这种东西，这个叫做免洗裤。那为什么带这个呢？我准备整个旅程都穿这个，就14天的时候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隔离所虽然很干净，但是还是尽量什么用完就丢，尽量不要留在身上。而且听说那边没有办法洗衣服，所以任何的防身衣物我全部都是用丢的。那这次我还带了很多冲洗的那个一次性的毛巾，然后一次性的脸巾，我还带了抹布跟垃圾袋。我很喜欢垃圾分类，你们知道上海做垃圾分类很厉害吗？像这样子是不是要做很多垃圾分类？在隔离所应该也不会想换什么衣服吧，所以我就是带了很多很轻便的 T 恤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都是带这种 T 恤类型的衣服，就很舒服的。到时候大家在隔离所就会看到我的隔离日记当中呢，会看到就是我穿得很休闲的样子。那这就是我今天的行李了，我一个人带3个行李箱，我也是不知道要怎么，就是怎么扛，这是个女汉子的过程。